新時代電視每年為咗製作新秀歌唱大賽，都會投放大量人力物力喺呢個節目上面。製作人員悉心設計同埋策劃，花盡心思嘅環節去考驗參賽者嘅歌唱技巧。千變萬化嘅舞台、燈光設計、多才多藝、口才了得嘅司儀配搭，仲加埋舞台同埋學藝團體嘅亦剛亦柔演出，連埋過百位嘅幕後人員、工程人員、服裝化妝、梳頭道具人嘅幫手，一個幾個鐘頭嘅音樂 show 先至可以面世。唔單止係考唱歌，連考跳舞嘅環節都係攞高分嘅殺手鐧嚟㗎。喺舞台上面夾 live band 唱歌，亦都唔係每個人都可以試得到㗎噃。要全體台前幕後都堅持一個口號，就係我要做好呢個 show，先至係音樂 show 嘅至高境界。何況今次主角可能就係你。2007新秀歌唱大賽溫哥華選拔賽現已接受報名，索取報名表格請到以下地點，或上網到 www.fairchildtv.com 度下載。截止報名日期4月25號。